莲在乡中建24点钟无卖无日青烂图，县长市政为希望中秋进前扫加一个空站，互乡亲安心过节。流感开始咧流行啊，确诊人数比前一礼拜加1成。今仔日开始做公费流感疫苗，新北市增加线顶平台，互民众减少伫现场等的时间。菲律宾所部省昨暗发生规模6.9个大地震，上无31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有22栋厝倒去，死伤人数会阁增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菲律宾所部岛昨暗10点左右发生规模6.9个大地震，一寡建筑物亲像是体育馆也是教堂，拢总是有22栋拢倒去。官方统计，即马上无已经有31个人死亡，也阁有100多人受伤，有人到呾还阁待伫个土石下底。即马部分地区是熄电去，地动尾阁继续来摇300多届，加在是无海啸的危险。为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伫外口纳凉的民众传出不安的声音，随即镜头开始摇，而且愈来愈激烈。民众惊吓走到路中围做伙，猫狗也四处走，现场是叽叽叫，电力有些有，有些无。这规模6.9的强烈地震发生伫菲律宾中部的宿富省。震央伫沿海都市博哥东北平17公里的所在是属于浅层地震。虽然太平洋海洋警报中心表示无海上危险，不过震央附近真侪栋建筑物拢传出倒去。度假小镇板塔岩的这个教堂，除了电火一直落落涂骹，连厝顶钟楼也拢倒去，发出真大声音。在宿府另外一个天主教堂灾情也真惨重，民众在黑暗当中进入教堂内底查看受损的情形，未少雕像摔落涂骹，现场拢是土石外观，也因为摇甲真厉害，拢破糊糊。地震来时阵，宿府一场走秀活动的现场来宾是真惊吓，台顶的马道也惊吓倒立舞台。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追踪到，用力地震了后，地震尾有379摆。当地政府派出救援人员检查各地灾情，发现道路严重断裂受损，未少所在也断电。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震央附近的博哥甲圣拉米吉欧拢传出有人罹难，也有人被带伫土石堆下骹等待救援。公司新闻丁淑芬报道。来看咱台湾国内即马流感开始咧流行啊！疾管署统计呢，顶礼拜在国内流感的人数是约13万人，这个数字比前一礼拜又搁加1成。今仔日10月初1开始，这公费流感疫苗开放，互人来做。新北市是来增加线顶的平台，互民众会当减少伫现场等的时间，希望提高注射意愿。透早还无8点，卫生所头前要来做疫苗的人排甲长长。10月初1，全国开始做公费流感疫苗，第一阶段的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时代以及高风险族群。民众讲疫苗对预防流感真有帮助。打流感疫苗对身体最有效的。我用摆还阁无满65岁啊，智慧有一年讲。那个疫苗无够，无做吼，迄年就一直感冒，愈来愈严重呢。新北市今年阁增加疫苗网络线顶平台，互民众会当减少等待的时间，唔免了时间等，也提高民众注疫苗的意愿。我以前都没有那么快打轮到我打到，那今年就比较快。网络上搜寻就可以发现有新竹疫苗预约系统，那点进去之后呢，它假如说你是新竹通的用户，它自动就会登录。那如果是一般的用户的话，那你直接可以进到预约疫苗的一个平台，提供你的手机号码，还有那个你预约的时段，这样就可以完成预约。来上网预约我们的这个疫苗施打的时间，不用像过去一样传统要到卫生所这个抽号码牌漫长的等待，甚至有时候可能刚好打到你的时候，这个阶段刚好已经不够了哈。根据卫生局统计，头天全新北市就约500人利用网络线顶平台先预约要注预防针，天气渐渐转变，秋冬是流感疫情的高峰期。提醒民众除了注疫苗以外，洗洗手、挂喙罨也是重要的保护措施。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宜兰县出现今年头一个天高热的个案，这是40外岁的男性，伊平常时是赛车来回宜兰甲台北。另外，伫桃园即马嘛哪像出现社区群聚的案例，已经有4个天高热的这个个案。即马市政府是来启动区级的应变中心，加强监测，希望会当避免疫情扩大。环保局人员无用伫草岭古道路口的停车场附近，甲火车站消毒，因为经济卫生局调查发现，这个景点有天高热确诊患者的脚迹，这是宜兰今年全县头一个。同住的家人是目前没有相关的症状。至于他的住家周遭以及他曾经相关的足迹点，包括宜兰的一些相关景点的部分，我们也结合环保局进行环境的清消。经济卫生局调查，确诊个案是40外岁男性，平常时家己开车来往宜兰台北通勤。9月17发病出现发烧、流鼻水等症状。伊的脚底是每日暗时拢会到劳动运动公园运动。9月12、14分别到草岭古道甲仁山苗圃爬山。对，所以说当然是很担心啦、希望说政府能够说再加强这一块，让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不要持续的往上升。当然会担心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会传染啊，会传染。对疫情出现，民众拢真烦恼，希望政府会当全力防止疫情扩散。除了宜兰桃园市的天高热疫情也升高。消毒车伫路上大量喷消毒液，因为桃园市出现亲像社区群聚天高热案例，多数集中伫桃园区文中里、龙安里。市政府指出，已经启动区级应变中心，对确诊者居住地甲工作地市khu域环境进行白网塘密度调查甲资讯管程度等防治工作，也加强居民健康监测，防止疫情扩散。央视新闻采访报道。可能搁要有风台来啊！这气象署表示讲呢，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日早起8点已经形成，有机会发展做风台。目前判断是袂直接影响到台湾的。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台风，而路径上面的话，大概是在3号的这一段时间会通过到吕宋岛北部。时候进入南海，距离台湾的话还是会保持一段的距离哦。但是在3号到4号，它的外围的云系会影响到我们，因此对于花东跟恒春半岛天气呢会有些干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云系呢，有可能伫咧拜5也是拜6的时阵来影响到咱的华东地区，也有恒春半岛。这沿海呢风影也会变强，有计就要等到礼拜这台湾再脱离这外围云系影响，恢复稳定的天气。另外来关心的就是这台湾教师节甲中秋连假呢是小连续咧放，这中国境呢嘛咧来歇11长假，金门来回台湾的机票是拢买无，有旅客表示讲，就连候补呢排2-3暝啊嘛拢排无，一个人是去家伫机场咧换口号要来讨因的权益，虽然讲昨暗呢是有开加班机，也毋过要是无在调小偷人阵。夜晚双手愈发愈大声，大家情绪也愈来愈激动，数百旅客滞留金门。原因是教师节连假期间，台湾来回金门航班票歹买，加上中国11长假，小谈通的旅客真多，机场报道率接近100%，未少人无事先订票，候补也排无，有旅客就待伫机场，一等就是2-3日。我们也能洗澡，我们就在门口，没有这样。这个阿嬷昨天晚上在外面给我一个咬，咬2天了。可能或许连民宿都没得住了啊，因为大陆的长假。对，明天11，所以民宿今天到现在都没有来找我们，应该都满了。到现在还没来拉客。愈客愈等愈火大，然后起来画口号，为所份候补人潮，金门县政府协调民航局甲航空公司，拜日暗时9点40分加开一班由金门飞台北的加班机。不过因为团散比甲紧急医疗需求，今日有40个空飞予现场民众。我们先讲一下这班加班机，那个是9点40起飞的，9点40起飞，你买了票就不能退。有旅客笑讲，毋是无候补到，是因为加班机飞台北，台南、高雄无法度选。但是加班机来的竟然只能上40位，现场有200-300的，光台北那台南、台中、高雄他们也还蛮辛苦的。
金门县政府将继续观察后补情形，尽量协助旅客乡亲，各呼吁中专旅客年假期间爱省定费。有民众希望在特定节日，政府应保障全民一定的比例机会，满足快生或者是读册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湾人有影是真热心哦，除了救灾以外，即马就连掠车手嘛会来斗出力。伫咧台中呢，这警方咧巡逻的时阵是发现一个外籍男性，当要去到搬走的时阵呢，这对方煞走干啊飞咧。这附近民众看到，随甲奥多麦借互警察，嘛有人斗砸这个外籍男性，落尾查到这个人哪像就是咧甲诈骗集团做代志。本分局员警日前于西屯区台湾大道3段一带巡逻时，发现一名阮姓外籍男子神情可疑，上前盘查时竟拔腿狂奔，警方立即展开追缉，沿途多名热心民众协助围捕，最终在民众的支援下，迅速将该男子拦下。经查，该男子涉嫌替诈欺集团领取金融卡与手机包裹，已依法移送侦办。我来看这当咧长途的这个男性呢，互警察甲画一个随赶要走。这周围的民众呢，随出来甲斗掠人。警方表示讲，这个越南籍的男性呢，伊是合法的移工，因为要趁一寡所费啊，所以替人来送货，一抓就会当领1000块。警方检视这包裹呢，发现内底就是人的卡片甲手机啊，有可能就是牵涉到诈骗集团，目前已经甲移送侦办。你不知道什么？高雄的邮政总局呢是有提供夜间的服务，不过所有民众发现讲，真侪人是违规把这车呢停伫人行道顶头，警察一个来就随驶去，安尼是真危险的代志。那警察局是表示讲，后续呢会继续加强处理甲宣导。高雄邮政总局确认刷几若只乌托邦徛伫人行道顶面，含几路人闪来闪去，嘛有人无闲咧刷车。原来是警察要来处理车辆违规停伫人行道，后来邮局办代志民众赶紧刷车，叫落的人惊叫歪着，赶紧闪一边。这款的状况，伫你视电来看到，冇人当场哦，警察开单。因为现在夜间邮局寄信的人比较多，所以大部分大家用签的很少。那我们保全会尽量劝阻。刚好要放，结果警察跑过来了，嘿，结果他看到他就快点那个牵着跑走了。机车的车位太少了，所以停车很不方便。民众讲边仔公有市场路停车位，所有人并单起啊，才会黑白停。嘛，这个警方无积极处理，违规的状况才会无完全改善。自114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于该路段周遭取缔相关交通违规，共计192件。是高雄最大的夜间邮局哈，也是唯一的一个。那拥有民众很多啦。那事实上，我们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在骑楼规划了停车位。警方讲，今日伫9月，高雄邮局4科违交通违规处理，就将近200件。民众甲车停伫人行道，还是徛伫人行道，拢违反道交条例，会罚600到1000。已经甲这种类型的违规，甲这个所在列作重点稽查处理的项目。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这台湾猪仔呢，是因为较小热，所以较袂大。这猪肉成本也对咧牙悬。伫咧中华呢，有业者袂堪得，10月开始已经来起价啊。也若肉品市场这肉虎甲烟尘呢，嘛拍算伫咧中秋过了，就会来调整价格。空肉饭甲肉丸是中华正出名的食物，但是因为最近猪肉价小悬，成本增加，都有业者挡袂牢。10月开始，部分的品项起5块至10块。今年来讲，算10年来吼，猪肉吼诶涨幅去上侪一届，从无超过30%起哩。影响最大的啊，因为你一天差30%的迄个进价，大概从95块涨到现在120、130。业者表示，今年猪肉为几年前就开始起价，即阵成本加要3成，其他原物料价格嘛拢有起，才会来调整价格。大部分的人客是表示会当谅解。卖猪肉店的唔是讲欠猪吧？系啊，欠猪肉，所以若安尼当谅解，只是讲起价起来，等下俗落来是拢袂阁俗落来安尼。那我就还蛮喜欢吃，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吃的量也不是很多颗，所以1颗5块我是还可以接受这样。
根据中央畜产会的统计资料显示，7月到今，全台湾肉猪的化价平均1公斤拢超过100块。面对猪肉价数一直咧悬，拿袂落来，中华县肉品市场推出的肉虎甲烟肠，也会伫中秋节后调整价数。顶一站因为蓝耳病，个也有落晒，所以预成率较无遐悬。现在的这个价格算是高点，中秋节过后会做调整。中华县肉品市场表示，台湾为热人开始，因为猪仔胃口歹、大较慢，加上胃病、地区猪肉起关价，肉猪交易价数拢伫每公斤95至100块的悬点。加上即阵我中秋节需求量大，短时间内猪肉恐惊真歹落价。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这中秋航班呢，即马真侪人已经开始咧款食材啊，也毋过这台南地区的鹅笼是真烦恼，就是因为受到进前这风台的扰乱，饲鹅啊成本是比去年还阁较加2成左右。另外，这进口鹅啊价数是加足俗，所以互鹅笼是烦恼会失去竞争力。鹅笼咧浸鹅啊，骹手真美，对盆啊浮起来，鹅啊看起来真大粒。这是常在当看到食材，尤其中秋节烘卖时，侪人兴这味，需求量自然就会增加。不过对鹅笼来讲，最近的供应甲需求真歹达到平衡。算阮啊本钱愈来愈粗啊，啥物就起啊。你像这竹啊起，安尼线起，工钱啊起，啥物就起啊。伫台南安平沿海这带，即阵侪人无用咧精力得高，被订打鹅饼。去年10月风台甲遮鹅饼先歹去，地区真侪人爱订打，建立成本相对就会增加。那饲鹅的成本一直咧起，因嘛无奈讲，因爱面对进口鹅啊，历来本土的压力。受台风影响啊，然后又有那个瓦兰进口鹅的打击啊，所以科笼真的很难生存。我希望真的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自己要去自救了，因为我们自己台湾的鹅看我们怎么去推广啊。那进口的话，相对我们台湾要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到外国，外国的产品当然也要推销到我们本国一样啊。经过了解，目前越南进口鹅的价数，挂价上加1斤115块，线卖100到200，参台湾小比拼。鹅笼讲成本要106块才会好，地区要卖予消费者差不多要1斤205起跳。市府嘛回应，后续会请鹅笼减少养殖数量，提升鹅仔品质，利润就会对咧增加。嘛减杀台南自有品牌，减少价差。已经从每一年的8、9减棚减到今年度放养剩7500多棚，那也让品质上升以后，让他们利润上升。自行剖科之后，再用台南科的这个在地的一个品牌，那么销售出去，那去减少说中间的一个价差。面对进口价小价威胁，鹅笼爱被扣保，因望政府通加重视这个产业，让台湾的鹅笼有通永续发展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湾进口的农产品甲食品当中呢，有25%拢是来自美国。这美国农业部处长林德伯格有来访问台湾，伫见过咱的总统赖清德了后呢，决定要进一步来开放，予台湾的往来会当出口去美国的市场。坐伫奥多摆顶，油门甲吹落，美国农业部处长林德伯格访问台湾，号要促进台湾美国农业贸易的关系。因为台湾差不多有96%的能源是靠进口，比例真悬。林德伯格嘛大力推广生质酒精，伫交通减碳的应用，包括酒精汽油甲永续航空的燃料。Not only the sustainability goals that Taiwan has, but also can help reduce the price at the pump for Taiwanese consumers. And that's what I experience every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 put ethanol in my car blended with gasoline, and it works great. 第礼拜，台湾农业部长带团访问台湾了后，美国嘛讲，即届来因是真有诚意，而且甲赖清德见面的时阵，宣布台湾的往来会当销去美国。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as committed to taking the next step to allowing Taiwanese pineapple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ve personally had Taiwanese pineapple on this visit, and I had it last year when I was in Taiwan as well. It's a wonderful product. It's very sweet and deliciou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eat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此次率团来访，不仅仅是台湾与美国在农业贸易跨越公司部门的互利共荣，更象征了双方深化战略经贸伙伴关系的脚步。台湾目前较实行的金船往来、甲山野往来等等，主要往来的品系，拢有符合美国基本的要求。毋过，详细检疫的规定要听候美国意告。目前当伫台美关税谈判的时阵，林德伯格嘛讲，访问台湾的目标，就是希望台湾未来4年，甲美国买农产品的量会当增加30%，价值差不多100亿的美金。
不过，伫美国牛肉、猪肉开放来台湾，即个因嘛有甲台湾肉品业者见面，反倒转来讲，台湾猪肉敢有机会销去美国的市场咧。We have not had any discussions specific to Taiwanese pork. Taiwan is a large purchaser of American beef. We know that the consumers here are very focused on high quality, safe products. So we're optimistic about continued growth in that space. 台湾正做美国第7大贸易谈判，甲第7大农产品出口的市场。咱国进口的农产品甲食品当中，有25%是为美国来的。林德北就强调讲。加做台湾的朋友，美国嘛会透过保障粮食安全、能源的安全，互台湾更较有韧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马台美之间这关税议题呢，已经进入第5届的协商啊。针对着美国商务部长提出这晶片生产要对半分的议题，咱的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是强调讲，未接受这款的条件。伊讲伊的目的其实真清楚，就是要来争取税率降低，也阁有卖贴起哩。美国对顶关税，台湾谈判团队继续争取更较好的条件。也毋过最近，美国弹出议题晶片55分。同一个时间，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顶礼拜去美国进行第5轮实体协商，10月7日透早转来是正式回应，强调未接受。我想这是美方的想法我方谈判团队从未做出晶片55分的承诺请大家放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一项的议题那我们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陈丽君表示，台美双方对供应链合作也在继续协商。另外，23支条款调查这项项目也继续增加，所以台湾团队希望针对各项优惠待遇做更加完整的讨论。另外也表示，这座目的就是要争取调降对等关税税率甲关税补贴价。我们取得在对等关税及232条款相关关税优惠待遇以及供应链合作上有完整的共识之后我们就会进入总结会议来达成台美的贸易协议。外界期待政府会当争取对产业有利的结果。过赶紧公布，不过2024年台湾对美国顺差达到639亿美金。即马若无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或者形容是进退两难。就是如果我们跟美国谈得不好，那我们对等关税还有232条款的半导体关税还是偏高的话，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出口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搞不好除了关税的问题之外，它还有其他的手段。10月7日，台股开盘26078点，开红起270点，捌达到上悬26325点。台积电也开悬1325块，上悬达到1350块。市场对消息面的影响继续观望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来看即马受到这美国关税影响咧，劳动部是来公布减班休困的统计，即马拢总是有7000多人，比顶一期还阁较加1500多人左右。这当中呢，制造业是占大多数。有产业工会是提醒政府呢，就要注意这未来，若准美国的产品呢是以真价计价卖来到台湾，安尼恐惊是影响到咱国内市场的劳工。美国关税对咱台湾就业市场的影响，也是继续在扩大。10月7日，劳动部公布实施减班休困的上新统计，受到关税影响的拢总有310间企业，7755人，比顶一期阁增加68间，1509人，占总通报人数8509人的9成。制造业也是占多数。也毋过，劳动部表示，即届增加的人数比顶一期阁较减，有16间企业因为订单回稳恢复正常工时。16家里面以机械设备制造业最多，然后其中有4家它是提前终止，它其实通报原本的期间可能到11月，因为订单回稳，所以他们就提前终止。目前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甲劳工，除了会当申请雇用安定措施的帮助，9月30劳动部更有针对受冲击上严重的制造业推出劳工就业统计划，鼓励企业去请制造业离职也是失业的劳工，逐个月会当向政府来申请1人6000块的聘用奖助金，相当会当补助6个月。除了关税影响外销和劳工，有产业工会提醒讲，政府定要注意，未来美国产品若以真价计价卖来台湾，恐惊会影响到以供应来输市场的产业和劳工。美国关税增加，咱的产品去到美国，咱的产品会无竞争力嘛。第二是美国进口的关税降价以后，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包括农业，包括汽车的产业，
拢会受到真大的冲击嘛。专山总建议，针对外销的产业，政府要辅导企业去找找美国以外的市场。另外，针对内需的产业，嘛要做影响评估来定出对应的政策，让国内的产业会当继续稳定发展，嘛让劳工会当有稳定的就业环境。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来关心这花莲光复乡做水灾，行政院政委桂连成呢是来轮值总协调官，伊宣布甲光复乡7个庄头今嘛调整做责任区，要来强化救灾的效率，希望伫中秋进前就会当清理好势。也那这崩沙湖呢，今嘛又是依次红色的警戒，无人机继续出动来监测。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始做的第一天，花莲光复乡是全民拢做的方式，包含光复乡全体居民，也扩大搭接支援在前的工作人员、国军官兵，也有志工。卫福部表示会看做的状况，另外报补疫苗。不过有民众表示，部分地区交通不方便，希望透过巡回医疗，让民众用伫较近的所在来做疫苗。听说就是灾区有人就是感冒，所以我想说先预防，然后以免影响到确诊。然后刚刚我在打疫苗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外地来的志工，包含台北啊，还有一些远从南部来的，对，真的深深的感受到全台湾人民的热心以及爱心。中央地方继续了救灾，行政院政委李连成轮任花莲中央前线协调所总协调官，第一摆主持记者会，表示要赶紧救灾下步，将光复乡7个村落为分责任区，交由国军指挥官调度指挥，要拼中秋节进前完成灾民客家道路清理。环境部跟县府的环保局共同协力，然后希望道路的清空，这是我们的目标之一。那第二个部分，晚上的工作由军方接手，也就是我们24小时连续不断的将道路的淤泥跟垃圾完全的清除。今天早上7点已经完成，用无人机在堰塞湖的上空去观测坝体的一个状况。那初判目前坝体跟水流没有异状。花莲马太安溪崩沙湖维持红色警戒，空勤总队直升机按算设置威胁湖区装水位嘅监控。另外，比较海洋警报发布崩沙湖警报，若集水区有明显落雨，或者是发生地震，会发布细胞公布。另外，花莲县消防局国军特战海巡人员分进一队继续敲吹。目前伤亡有18人死亡，6人失去联络，130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花莲县府呢是宣布拜五开始，10户的灾民呢会当领到5万块的慰问金。也毋过，这当中有部分民众呢，因的证件拢互水甲流去啊，到底要安怎提出身份的证明？这是引起真大的讨论。也那县政府是表示讲会分现金，这光复乡有8搭会当来领。因高压水情持续在变少，光复乡灾后第9天，相关的复原工作拢在继续进行，毋过做下灾民，即马佫拄着问题。工厂里面啊，都淹得很满满的啊，所以什么身份证、存折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都丢了啦。因为那个一下子水淹了2米，那你说证件来讲，什么都没有拿出来，有些都没有拿出来。花莲县政府公告讲，已经发放中央敬老金，提取符合资格的时段，会当去查询钱敢有入口处。毋过部分灾民寄金簿和健保卡这寡证件，早就叫大水流去啊。灾民经过多天的清扫，住家变得相对干净，但不少人的重要证件都在洪水中流失。对于花莲县府即将发放的灾民慰问金，实际怎么进行，是否需要证件申请，都引发关注。根据行政机关统计，受理灾民免费补办乡证、户口成本、户口簿啊，这证件到30为止，已经有319件。不过真侪受灾户讲，即马无身份去办理，爱先拼出来再讲。将来在做相关的一个灾害补助申请的时候，应该也会用到这些所谓的身份证明文件。所以在此呼吁，就是说，如果民众加严整理的一段落之后，如果他现在有空，可以到就近的户政事务所。10月3号现金发放1天，之后10月4号开始，我们要在官丰农会的广场持续发放1个月。很简单，原因是有非常多的乡亲，他的存款簿、提款卡印章其实都不见了。
县政府讨论了后，决定要改发的现金。拜五头一天，江湖乡下午8个9点会当领现金，不过无证件的灾民要安怎去确认身份，是毋是发放会出状况？后小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在花莲江湖乡灾情有影是真严重，亲像灾民在厝内底呢一寡家电用品也拢浸水，拢害去啊。所以一寡卖电器的这业者呢是联合来捐出超过1500件，总价呢是超过1500万的家电用品，亲像是冰箱也是洗衫机等等，希望会当减轻灾民的压力。帮助我疫流成灾，造成花莲江湖乡灾情严重，民家厝内拢是落果梅，职工帮忙清理，加速重建。考虑灾民厝内的电器浸水害去，国内25间电器大厂，这个时阵春手同齐关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大细项的电器。所有台湾电器业者马上做一个维修、免费维修检测的动作。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这个灾民。说实在，最重要就是要尽快的重建家园，让他们提早恢复生活。提供今年10月底前受灾户冷气、空调产品免费检查服务，包含机体检测、冷气管线与运转状况检测。电器业者一摆联合捐赠超过1500件，总计超过1500万的家电，也提供家电免费交付检修的服务，希望减轻灾民的压力。是透过这种的方式公司协力来让这个所有的物资跟这个爱心，然后非常有迅速的来发到各个所需要的民众的一个地方。经济部希望透过公司合作，协助灾区重建。业者强调，会透过各品牌伫当区的服务站做免费检修，加换零件的维修服务，帮助灾民量早恢复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花莲救灾是希望讲会当拼伫中秋进前甲清湖好势，也毋过在地人是无遐乐观。即马呢，为着要来拼进度，24点钟是拢咧作业，甲这粪扫甲烂土呢拢甲清湖走。也若花莲县府是拍算明仔载10月初2的时阵要来洗大路，互乡亲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半暝土土机继续作业，24点钟无眠无力的摒扫，中央和地方拢希望伫中秋进前会当甲江湖乡的鹿谷梅摒扫好势。不过当地居民看办事，认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对这个区伤过大，而且这条街路，大家厝的内底家具，所有的物啊拢总害去啊！清出来的物啊，这已经囤差不多1礼拜甲即马甲它清安尼尔。伤物件伤细你家己看，拢甲迄落那散的阮安尼头一工安尼无度啦。今日是马太安溪崩山湖的第9天，天气一热，街路开始出现臭味，民众是臭甲冻袂调，大家拢挂水压来进行作业。台湾人是非常热情，大家拢派大型的机具来到现场斗相共。有民间企业也出动喷水机、怪手，这是因伫咧江湖乡的第9天派出50名的人力来斗相共摒扫家园。阮目前有迄落支援5台怪手，然后有2台水车，外路的部分有差不多50个人。一开始阮虽然嘛是受灾户，不过阮有协助附近的居民。做救灾的工作，也有水电师傅家己创一个群组，将200多几个水电技工来替受灾的居民修理电路。那今天我们就是先来针对那个这边之前的话淹到大概1米的高度以下的那个插座拢是涂刷，那插座拢袂使用除了民间的力量，花莲县府也伫日时出动2000多名的人力，293台的机具，24点钟来拼进度，希望让灾区的居民赶紧恢复理想的生活。记者陈选柯敏哲花莲报道。花莲灾后重建，即马各界呢是百拼咧斗清土埋甲粪扫。目前气象预报伫拜六开始呢，这花莲有可能会来落大水雨。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讲，这大雨落来有可能对灾区的清理是有帮助的。马太安溪崩山湖崩化了后，已经超过1礼拜，这几天拢真好天。不过受到已经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这个拜6礼拜，花莲的天气可能会变天。
降雨的时间大概就是4号左右那一天。那雨量的部分呢，以目前的资料显示，大概就是大雨到豪雨这样的一个等级。到清理鹿谷仔梅之间，为全台湾各地来协助灾区复原。不过部分的车路鹿谷仔梅甲粪扫已经顶到干那山，若无赶紧处理，烦恼若落雨，造成第二届的污染。目前环境部按算先甲车路清好清气，嘛因为落雨会当甲车路的垃圾土洗掉。我个人反而希望在市区多一点这个雨啦，因为这个淤泥都已经开始硬化了，所以如果下一点雨那个淤泥就会好一点点。那万一我堆好的那个淤泥没及时清走，然后又大雨又冲刷，那不是二次伤？不会干掉之后非常的硬啦。那下一点点雨让它润滑一点点，或许有一点好处。清出来垃圾土会先送去规划好势的4大暂时坑地场，拢是先甲大塘石的土地，面积要到30公顷。环境部讲，暂时坑地场有简单的防污甲排水的设施，较唔惊大雨安尼强，甚至是溢流。若目前第一要紧的是爱甲大排水沟甲化粪池的垃圾土清掉。还有这个水沟、侧沟，所以这个也影响到当地的生活，包含它的这个化粪池、厕所都没办法使用。所以目前我们现在正努力的解决民生的问题为主。估计为房山湖拼出来鹿谷仔梅有甲3000多万栋，有袂少拢流去市区，目前程度超过1万栋。前几天市区的交通真乱，地处清理的速度无法度真紧。不过重新协调了后，目前由军方指挥，希望会当开始加速。花莲县府嘛讲，希望协调会当每一天有100台以上大型的车来到清理鹿谷仔梅。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是无分化路的，所以这粪扫呢，拢会请外县市来甲倒烧。也因为这民众呢，定定无做好这粪扫的分类，所以互人甲摕回去。即马南投县府环保局是表示讲，对今仔日开始，这南投市会全面来试办，要求民众呢，咧伫粪扫的时阵，都爱用这透明的粪扫袋啊，互清洁队会当知影漏底到底是放啥物。民众用黑色的落架地粪扫，要等入去粪扫车进前，马上互清洁队员动力开袋检查。南投县因为民众粪扫分类无确实，今年粪扫送去外县市烧的时，捌互人摕回来试解，清洁队员只好重新分类。所以县府对10月开始伫南投市试办，规定地粪扫爱用透明的粪扫袋啊，互清洁队员会当看到内底底啥物。黑色的袋子我买了，怎么办？你叫我不要用吗？安尼袂歹啊，处理的迄个透明的垃圾袋嘛真多。我觉得南投也可以增设一个像台北那种智慧回收机，然后就可以提高民众去回收的意愿。南投县府表示，新制度目前先推广，无用透明的粪扫袋啊，虽然未开罚单，不过若发现无做好分类，而且口肯唔听，就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当罚6000。会针对黑色的垃圾袋或不透明的垃圾袋，会随机加强破袋检查。没有确实的时候，会请民众在现场再重新做分类。另外，南投市10月开始嘛，公布试办分级分类资源回收，未来拜1、拜5，干那收玻璃甲纸纸，其他的资源回收爱拜2、拜3、拜4才有收。试办半年，明年4月开始，无照规定就无要收。也若针对民众的建议，南投会当加设一寡智慧回收机，县府讲会去找厂商研究看卖。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再来看苗栗的头份甲竹南，这发展了是真紧。县政府按算要甲一搭车路加混跨，不过伫到过的时阵呢，这工程团队所发现，这现场可能是有山架位置的文化残，目前已经停工，交予专家来会勘，而且嘛提起到文资审议委员会来甲审查。工区拢无人，车道工程全面拢停工。开1.8亿的苗栗县竹南定公义路到头份市信义路的联络车道工程，今年8月中开工，但伫9月初，工程团队伫表头发现灰亚石器顶破片，疑似是3家考古遗址文物，承包商照文资法申请停工。目前的话，就按照文资法的规定，就是依照文资审议委员会的委员来进行做降挖跟检查。3家遗址上早是1983年苗栗的民众谢家营发现的。2021年，台湾非亚文化协会提报遗址进入文资定序了后，就开始起乌。遗址的范围差不多是军艺高中到国家卫生研究院，南北的长差不多是2公里。文书团体希望这摆的工程抢救乌骨，会当提上予文资审议委员来审查。说不定是更古老的一个文化城，也说不定是更新的一个文化城，这个不知道，这要等到更正式的。我们非常期
期待这次的抢救考古能够找到所谓的3家人。请专家学者去做会勘把所有的情况先把资料先收集好，提报我们文资委员会去做审议。苗栗县政府表示讲，所落来请专家和学者来会勘，送文资审议委员会审查。目前评估要到今年底才会有结果。另外，联络道的工程进度仅0.41%，单位这个文物污了就会停开工程，原定明年底完工的目标即马会延后。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这囡仔呢，就是国家的根本，来关心这儿童权益的问题。台中市府选出来离校代表呢，是指控社会局今年甲因改做是社区培力代表，取消因去参加会议，也阁有提案的这个权利。而且过程当中呢，拢无讲无答。因为社会局是表示讲，这离权会离校委员是照这联合国的建议，用多元的方式来推荐出来的。这个代表会当透过其他的机制来表达因的心声。儿少发生名存实亡，儿少发生名存实亡。学生提手牌抗议，伊是台中市政府遴选出来离校代表，所以来到台中市议会召开记者会，批评讲还阁在任的第4届离校代表，煞予社会局裁决取消离权会议的联席权甲提案权。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为更多台中市的儿少发声，但是市政府他们却剥夺我们的权利。6都拢有离校代表的机制，台中市目前拢总有21个离校代表。不离离权会推动检举者保护机制，线顶咨询辅导系统，关心丰原高中霸凌案调查的进度。因批评今年已经社会局伫咧官网单方面公告裁撤离校代表的承认，改做离校社区培力代表，侵害离校权益拢无沟通。这样做裁撤之后，最可惜的地方是我们在儿少多元性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不足够，甚至是我们过往比较大团体是大家共同讨论脑力激荡的一些产出的提案结果，其实可能也会不复存在。台中市社会局讲，离权会离校委员伫去年12月6期满，参考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意见。建议台湾的离校委员会当由多元管道推荐，所以按即届开始，无阁由离校代表担任离权会当年的委员，增加新疆原民较少下顶离校委员机制。由相关主管机关、社福团体推荐身障、原住民及国中年龄较幼的儿童2到4名，保障参与条件相对不利的儿少族群，让更多特殊处境的儿少的声音被听见。这21位儿少代表其实也是社会局遴选的，他们自己遴选的儿少代表，然后自己片面取消，这是我想，是我们儿少代表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人本基金会批评讲，机制变动拢无进行公开讨论，嘛无出席离校代表的同意，都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台中市第4届离校代表向台中市政府提交陈情书，并且伫网络发动联署，希望市政府恢复离校应有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一寡新疆朋友呢，有影是需要咱社会斗阵来甲关心、甲支持。受到进前这疫情，也有最近这经济冲击等等因素这影响呢，云林县真济搭这市场掠零的据点，有反映讲因的人客已经减少3成，逐个月这收入是比基本的工资28590块还阁较低。即马为着要来推广，鼓励民众来支持这的市场掠零，云林县政府是翕一块影片，而且整合来公布全县22大据点，希望社会会当用行动来支持因的专业。看袂老女士掠零30多年，为人客脚底掠零无偌过时间，就了解人客脚部健康状况。毋过受到几年前疫情甲经济冲击影响，真侪人都减少开钱，也造成来客率减少的困境。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一个人按身体，女师傅都按身体，男师傅按脚底，一个人就是2个人服务。可是现在就没有这种机会啊！在店家的现在视障朋友，在店家几率都比较没有那么高，嘿。和他讲不好做吗？很不好做，嘿啊。云林县都清楚表示，原来差不多2000多个市场者，这间市场掠零数46人，主要经营个人工作坊，为协助优化营业场所。云林县每3年补助110万块设备更新，最近透过宣传片办理市场掠零体验。
就是疫情虽然开放了，但是就是会有现在目前依我们的统计，大概减了30%嘛。那我们就持续借由一些协助的方案这些宣传什么，希望能够带动然后大家能够多去我们这些视障按摩据点去体验一下，然后也关怀弱势啊。罗清楚表示，全国各乡镇有22个视障疗龄据点，年岁为20外岁到60外岁拢有经过专业训练，摕到技术师证照。训练员每年会办演习课程，加15场视障疗龄体验，希望协助提供帮助视障朋友。记者综合报道。一般伫详细这卡刀呢，会飞来台湾的这蓝鹭鹰最近是出现啊。根据这台东野鸟学会的观察，有可能就是受到风台的影响，所以今年因有比英国较慢到位。这个拜六礼拜伫台东呢是有机会会当看到规定的盗鸟对空中来飞过，画面有影是真水。台东卑南乡石脚山，早起若去伫山顶，会当看到规定的麻雀对气流安尼飞。即马看到这规定的是赤白鹰，数量有1000多只，规定在空中拍酷射，看着真壮观。哇！15万只的翅。台东县野鸟学会解说员最近开始带民众去山顶看鸟啊，发现原地内南边过冬的赤白鹰，自本是9月初就会到台湾，可能受到风台的影响，到9月底10月初才飞来到台东。嘛拄好这几天真好天，是观察因规定飞行上好的时间。数量最大群大概会有200-300只，它们在空中随着这个气流盘旋，就像一颗球，我们叫鹰球，它非常的壮观。然后它们整队集结往南方飞行的时候叫鹰河。台东县野鸟学会表示，赤白鹰比蓝鹭鹰较大声到位，一般拢伫咧双十字卡刀会飞过台湾。目前已经观察到蓝鹭鹰准备要规定通过台东的空隙。这个拜六礼拜已经招想要看鸟的人，准备去台东的石脚山、甲药山的山区，欣赏一年一届盗鸟飞来台湾壮观的画面。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有来举办现代铁路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模仿全世界头一只伫现代铁路驶顶动的水烟火车，而且边仔呢，佮用这现代柴油的电动列车来比较，展现这200吨来火车的引擎，嘛成上千人来欣赏。火车冲出水烟，道道入站。这台列车仿全球第一只伫公共铁路驶的水烟动力火车，旁边停的英国伦敦东北铁路公司的高速插电混合动力列车达灵顿号大作火，展现出火车200年的历史演变。It shows that back in 1825, they were solving problems. How do you take large amounts of people and goods and stuff from A to B, which is still what we're doing safely and securely and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which is still what the railway does today and does so really effectively. 伦敦东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洪书也曾做过去车站的站长，和铁路迷众做伙庆祝现代铁路200周年的纪念日。经过2个世纪，火车对柴混合体建造演变到钢体制造，对几个人做伙亲手做一只实验列车，互列车成功挖靠家己的动力，有数十节的车厢向前行，到会当载人走过无同的城市，到无同的所在旅行。好铁路产业趟全球，愈来愈普遍。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敢若伫英国，每一年利用铁路出去佚佗的旅客，都有17亿的人次这么多。200年来，载人世界旅行的列车一直在改良，不过列车轨道用的跨度甲车辆之间的距离拢无变。Still on wheels that are the same width apart. The tracks the same width as those first track widths. Effectively the same width as 2 horses side by side. It's extraordinary. We're still using these same principles. 除了英国，各国火车形态也对时代的变化。日本的新干线运行超过60年，目前上紧的时速会当1点钟285公里。伫印度，当局最近启动有史以来距离上长的铁路建设计划，按算要用火车连接克什米尔山谷甲印度河恒河边洋。这条铁路按算会2过36个磅坑，943座桥，建设成本可能会到50亿美金。对介意旅行的人来讲，出去佚佗的工具会当坐汽车、高铁，也是飞轮机。不过，火车犹原是大众交通网络真要紧的一部分，也是上会当看到原始旅途景色的交通工具。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那下晡半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28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了解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